聖經撒母耳記上14章39節，我指着救以色列人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就算我兒子約拿單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冇一人回答佢。呢個係掃羅所講嘅。當日佢同非利士人嘅交戰當中下達咗一道非常愚蠢嘅命令，就係話到晚上趕散，即係擊殺咗非利士人之前不能食嘢。咁啊後尾啲百姓就吃咗帶有血嘅肉，犯咗罪。咁掃羅知道之後就非常嘅憤怒，佢就下咗呢個嘅誓話，所有唔聽話嘅就要死，就算係約拿單佢嘅仔犯咗罪都必死。即係話咧，其實佢所關心嘅係人若果唔聽佢嘅命令要死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叫我哋真係能夠知道行喺神嘅旨意嘅裏邊，唔好做一啲愚蠢嘅事。百姓冇人回答佢，佢失去咗民心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